酒樓，使我懷念父母的地方。近年香港經濟不景，眼見一間又一間酒樓結業，無論是集團式經營，還是個體戶，都難逃命運的淘汰。這些倒閉消息令我百感交集，因為去酒樓飲茶這件事，緊扣着我人生中與雙親聯繫的不同階段。孩童時期，父親在九龍寨城工作，母親則忙於照顧我們三兄弟。偶爾因地利之便，母親會帶我們到附近的漢年酒樓吃飯。記得我們常點窩蛋牛肉飯，那未熟的雞蛋靜靜地躺在飯面，牛肉與青菜圍繞四周，我們再將蛋、牛肉與飯拌勻，那熱騰騰的香氣至今仍歷歷在目。雖然媽媽廚藝了得，但我總覺得外出吃飯特別美味，每次去漢年都令我滿心期待。進入青少年期，爸爸的工場搬到我們住家附近的土瓜灣，鄰近有敦煌酒樓，前身為廣州酒樓及稍遠的德華茶樓。父母常到這些地方品茗，於是應門也漸漸熟絡起來。記憶中，敦煌有輝哥和清姐，德華則有海叔。當時酒樓尚未實行派籌輪候制度，客人需自行找位，站在快要埋單的桌旁等候，坐着的人也難免感到壓力。但因我們與侍應熟稔，即使是假日人潮洶湧，他們見到我們一家總會設法安排座位。每逢農曆新年，父母更如聖誕老人般向侍應派發紅封包，以答謝他們平日的照顧。酒樓不僅是飲茶之地，更是父母與親友打麻雀聯誼的場所。父親半退休後空閒時間多了，常與友人捉戰。若在家中打麻雀，我們三兄弟的生活常被打擾。後來他們改在酒樓打牌，對我們而言簡直是天大喜訊。家中無父母監管，享受真正的自由。踏入成年，仍是單身的我與父母飲茶時總感不自在，最怕屬下問你個仔幾時結婚啊？咁大個都未拍拖啊？因此每次勉強赴約，我都匆匆吃完便急速離開，以免尷尬。直到我有了女友，帶她與父母飲茶，甚至婚後抱着女兒與爺爺嫲嫲同上酒樓，三代同堂的畫面常引來旁人羨慕目光。看着父母臉上的滿足，我心中也感到無比欣慰。父母年老後，因未與他們同住，陪伴他們飲茶成了我表達孝道的方式。母親於2022年突然離世後，陪父親飲茶更顯重要。從他能自己步行，到需拐杖輔助，最後依靠輪椅代步，過程愈來愈艱難，但每次成功與他到酒樓品茗，看着他滿足地吃山竹牛肉、食柴魚花生粥，都是我珍藏至今的美好回憶。如今漢年、敦煌與德華已不復存在，輝哥、清姐、海叔也不再出現，更沒有雙親的身影。但我仍喜歡去酒樓飲茶，每當啜一口普洱，嘗一口點心，總會勾起與父母共度的珍貴時光，喚起我對他們深深的思念。